我来看晶片，美国对中国出口晶片的限制可能搁要缩严。美国参议院是提出法案，希望会当正式立法，至少未来30个月内，商务部是袂当发出口先进晶片的许可予特定的国家，这当中就包含罗西亚甲中国。这敢会对咱台湾的厂商有影响呢？专家是认为讲，整体市场有可能会缩减。美中晶片变场各有变数，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最近成功游说白宫，将限制晶片出口的减 AI 法案排除伫年度国防政策法案以外。即马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各提安全可行晶片出口法案，阻止国家晶片出口中国、落下等地。假如是两点提出来，可能这过的几率蛮高的，但细节会是重点。逻辑上来讲的话 ，NVIDIA 跟 AMD 会是在风口上。对 NVIDIA 的话，它直接卖到 China 占它营收大概14%。资本公司分析，目前 AI 晶片龙头可能受影响，不过市场反应偏向维持观望。根据目前提出的安全晶片法案，要求美国商务部长至少在未来30个月内，要核发对敌对国家出口先进晶片的许可。限制范围包含任何性能比目前温准出口的晶片较悬，包含回答 H200加 Blackwell 晶片。对于这个法案的通过的话，将会对于未来 AI 市场的开放，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阻碍。台湾的相关的 AI 晶片厂商，乃至于伺服器的组装链的话，恐怕就会有成长不如预期的概念。专家分析，美国电子大厂供应链内底大部分附带厂参加，若需求减少，可能产生直接影响。另外，市场整体成长可能就安尼被压制，后续发展细节甲影响，爱密切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